内底当中吼，有如是因内底，这个叫做自性报生。这点咱一定要先看出来。如是，就是讲用你的自性，用你的自性去报生。啊，用你的自性去报生，就一定要有先有一个文化，一定要有先一个文化。哦，要想，要报生啥物件？要报生六道，六道。你要报生六道。所以你这个菩萨，你用如是报生，你用六道。所以咱华有一段过去，咱华捌扭出来，这段话含咱大家分享这段话。因为这段话含咱大家直接扭出来，紧，唔免我再多写。这段话甲你讲，因为这段话就是咱弥勒祖师去啊，所讲的一段话吼。这段话，所以咱今晚菩萨应以一切众生讲，应如是报生这段话。啊，这段是啥人讲的？这段咱弥勒祖师讲的，叫做自性无余法。因为这叫做这叫做大乘报生。大乘啊吼，六道叫做菩萨道，叫做大乘报生嘛，大圣嘛吼，大乘报生嘛。啊，啥叫做大乘报生？因为咱阿罗汉，咱知速提法，靠这袂落嘛。咱比支法叫做12因缘法嘛，啊，菩萨叫做六道嘛，啊，这个六道叫做大乘报生嘛，啊，大乘报生，因为咱知影就是讲，你大乘报生就是讲自性报生啊，所以咱讲菩萨应如是报生，这段话，啊，因为这段话咱一定要讲无出来，因为这段话咱若讲无出来了后，咱就报生到一个去。所以弥勒祖师咱讲一句话讲，自性无余法，单字了无量，苦名即两三，死名修行主。这个叫做弥勒祖师伊的大乘报生记，大乘报生记就是咱主席讲如是报生的意思。啊，自性就是讲啦，因为咱伊这分做三段啊，自性就是讲在世。无为就是讲无为师，法就是讲法师，安尼叫做自性无法。啊，因为这个单字这个自性就是讲在师、无为师、法师，咱就来讲。这个单字就是讲啦，这个单字若依照经来讲起来叫做报生。听好吼，单字了无了，单字就是讲，就是咧讲报生道的意思。这个单字是印度话叫做单字，翻落咱个中国话叫做报生，安尼意思。报生了六道，咱六道什么道？有一个在世，报生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上定啊智慧，这叫做六道。但是因为咱对在世来甲讲起来，伊有一个叫做哪？出名即两三，出名即两三就讲一粒一、二粒二、三粒三，一粒一、二粒二、三粒三叫做六，三五加一加做六，搁一粒一、二粒二、三粒三，出名即两三，就是咧甲你讲，伊咧讲呢，当然了有六道嘛，但是在世就是粒啥物件？在世就是咧报生道嘛，报生就是咧讲啥物件？钱嘛，自性无余法，自就是讲物质嘛，物质
咱今仔日个当中，就是财师、布施，就是即个布施多就是讲财师叫做自性嘛。哦，所以伊立定嘛，无为师，伊是立了后呢，立持戒甲忍辱嘛。哦，叫二立二嘛。啊是安怎无为师叫做立持戒，立即个持戒甲忍辱，因为恁今日你要做一个菩萨，你一定爱持戒。持什么戒？杀盗淫妄酒，这一定要持戒。你今日若无持戒，你今日受菩萨道你受袂上。但是忍辱立这两道，拢叫做无为。真正立这两道，因为你无忍辱，你甲众生一句来一句去。哦，伊甲你骂一句，你甲骂两句；伊甲你骂两句，你甲骂五句；伊甲你拍手，你甲拍两句；伊甲你拍两句，你甲拍5个。哦，啊若安尼当中，即个菩萨修会成袂？当然，你即个菩萨修袂成。所以叫做二立二啦吼。但是到三立三法无即个自性无为法，一立一就是咧讲财施立布施道，二立二就是讲无为施立持戒甲忍辱道。法师就是讲啦，精进、禅定甲智慧三立三。所以什么叫做法师？因为你今日你要做一个讲师，你要做一个讲师啊，你要讲道理互人，你敢会使无精进者？你想讲，把咱素龄领入，我听讲迄日讲历史即讲，新闻所有重要吼，2、3成叫知影尔吼，讲拢闭关起来。是安怎闭关？伊无精进，绝对袂使，无精进，加迄一班过来把人去啊，啊是毋是拄咧开玩笑？若讲台上10分钟呢，台下10年功呢，有影呢？台上是10分钟呢，台下是10年功呢。你今日要讲一课，你若无精进，若无用心，3日就要来讲，敢有可能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呢？但是我有法得到，我有法得，因为讲师若真正无去精进，你真正无多听多闻多看，你真正摕无物件来。若安尼当中，请问咱家己袂精进，咱今日家己无物件安尼讲有听，所以咱讲师一定要精进。法师就是三立三定禅定。你今日要讲法，你的心若无静，你的心若无静啦，你的道理就袂流露。咱讲忍辱精进天理流露。我今日去迄个阮太太，迄个咱因医生因内底，因迄个电话遐，伊讲伊有一个迄个有一个查某囝，离迄个崇德啊。伊讲若要去讲道理，伊就足紧张，紧张规怎痛，讲一半就流落来，有无？迄是因妈妈咧讲的。讲足紧张啦，要叫去讲一课，伊就足紧张安尼对。迄就是啥？迄就是就是静无够，禅定的功夫不够。伊看到人了后，伊就一直家己，就莫讲叫家己带安尼就对啦吼。迄就是啥？迄就是迄就是禅定的功夫。所以禅换一个解释叫做如嘛，禅换一个解释叫做如嘛。是安怎伊心无有，因为伊的心触静了后，因为伊的心安住袂好势嘛。所以伊伫咧讲者讲，咱前辈先人甲你讲，你若看逐个拢死过头，你看逐个都死过头，死过头是你咧讲的，伊看根毋是死过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啥？就是因为去做一个工事，要做一个法师，你的心啊，禅你的迄个意境若无够，真正你做工事做袂成。甚至你起来了后，本来你是出面2点钟的时间，你起来2点半钟就读了。我伫菲律宾咧讲课的时阵，菲律宾较早菲律宾有一个电小社，迄电小社，大家伊拢讲伫遐啦吼，
离啊，伊讲拢咧教迄个人，拢教迄个道亲咧讲，伊离遐教迄道亲，伊有法通带迄道亲，去生存迄道亲。但是呢，我去坐离啊，本来是点半钟的时间，讲无20分钟就了。我讲是真正哦，是因为我坐了几啊遍哦，无20分钟就了。以前啊，因为伊急，伊有急，对不对？伊有急，急啥物件？因为我咧讲，毋知点万说，点数咧看咧听，感觉安怎？伊家己一直自我主执着，迄叫一百，迄自我百。啊！你讲今日去你一个讲师哦，你袂怎么家己设定放伫迄个所在，你讲物件怎嘛？你讲无，因为你规头拢空白嘛，是啥物件？因为你定力无够，所以真正学讲师以前要先学徛讲台，哦，因为日欲进进啊，天你才会流露啊，才会流行啊。啊！你今日你的智慧无流行，智慧甲咱袂，你今日你袂自在。你今日心拢一直拔条条，你讲啥道理？所以自然就无同。所以咱来讲，法师三业三不讲，业清净，甲业上定，甲业智慧，各位真诶，无智慧会当做讲师咧，无智慧怎会当做讲师？对不对？无智慧会当做讲师。啊，讲师因为含知识无相像，咱常讲知识，知识。是毋是安尼？哦，识，这个识就是叫学识，学识，识咱学的专业知识，这个专业知识，专业。哦，啊，专业知识就是伫这个世间，哦，伫世间咧用的物件，比如说咱这个科技啊。咱这个发明新物件，什物物件，这种叫专业知识。咱离迄个学校啊，无有一科叫做专业智慧。你学校有专业智慧，怎有算？你伫咧教书教哪有专业智慧？咱是无专业智慧啦吼，专业智慧。啊，这知识伫倒来，智慧伫倒来。当然，智慧嘛是对咱的自识，对咱的自识，即个。毋通讲菩萨应如是布施，啊，讲你今日去当中，你智慧无起来，你要哪布施？我毋信。啊，布施内底有分做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施。财施、法施、无施，伊扭出来了，伊讲六道呢。六道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甲智慧呢。啊，智慧这六道衍生出来就叫做万法呢，对不对？毋通叫六度万行法，六度万行，对这六度所扭出来万行呢，一切法就在六度呢。哦，六度衍生于万法，万法再回归来这六度。啊，因为六度，伊的六度，因为伊的迄个第一方面就是讲智慧嘛。六度第一方面是讲叫你智慧嘛，就是讲这个物件嘛，这个物件嘛。啊，这个有起来了后。六道真无多光明嘛，啊，即个若无起来了，真六道拢黑暗嘛。因为安怎讲，伊即用知识、用识咧带六道嘛。识，迄个识就是种有自己的己见，即个识就是叫做己见，这识就是己见，有自己的己见。啊，即个慧就是哪？即个慧就是无自己的己见，无自己的己见对自性中直接流露出来。叫做如是见，如是见，毋是自己的己见，吼，自己己见就是我有一个识，有一个知识来看这个物件，叫做识见。那如是见，如是见，所以因为金刚经的第29愿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性界，不生法相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性界，不生法相。29愿你家去看卖，信就讲啥物？现在也讲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性界，就是讲你用自性知、自性见、自性性界，哦，啊不生法相。因为你个生一个法相，你个证一个法相，哦，这个
所以因人来讲，吼，这叫做，吼，这个叫，咱拄则咧讲的是，这个菩萨内底当中呢。